一個人原來都可以盡興。相信林家謙呢一句歌詞，大家都唔陌生。但係大家喺返學、工作同家人相處，又會唔會做到呢？喺呢個人人都有手機嘅年代，大家都不停睇 IG、睇 Threads，睇下朋友發生緊咩事、做緊咩。但其實喺呢個過程已經浪費咗好多專注力。或者你見到你哋朋友 post 嘅好生活，會唔會令你心入邊唔舒服？會有比較。作者好着重一種能力，係放下力。咩係放下力？一、唔受人際擺佈，就係擁有放下力嘅人。呢種人唔會隨意喺社交網站上同人交流，佢哋同人交往重質不重量，對於多數陌生人嘅意見同埋言行有辦法不予理會。二、對工作態度積極，就係擁有放下力嘅人。呢種人唔會因別人嘅面色而改變自己，都唔在乎其他人嘅評語。對於任何資訊，佢哋可以自己分析之後做出判斷，進而採取行動，都十分擅長冷處理其他人嘅言行舉止，以及冇必要嘅知識情報。三、每日都過得好開心，就係擁有放下力嘅人。呢種人唔會沉溺於過去不如意嘅事，都唔會莫名其妙去擔心尚未發生嘅未來。更唔會自討苦吃，佢哋喺面對無能為力嘅事、無可挽回嘅事、已經結束嘅事，好懂得如何乾脆放手。世界上有好多事靠自己嘅力量係冇辦法控制嘅，例如人哋嘅事、過咗去嘅事同埋未來嘅事，呢啲事可以全部都放下，唔好浪費自己嘅心力同能量。應該傾出全力喺呢一刻正在進行緊嘅事，同埋而家可以做到嘅事。有句禪叫做放下，捨去一切嘅執着。換一句話講，發揮放下力嘅生存大道，就係符合禪意嘅生活方式。無論係工作、人際關係，都存在着無法放下嘅無解問題。但係點樣去判斷邊啲應該放下呢？正係呢本書探討嘅重點。別對每件事都有反映。呢本書由多個散文集成嘅。每個人睇同一段文字都有可能有唔同嘅感覺。我將會分享自己覺得最感觸嘅文章。一、保持安靜。假設有個人喺度煩緊，你會點做呢？通常有兩種人，一種會即刻衝出嚟安慰你，不停講加油啦，睇開啲啦。另一種人反而會靜靜咁陪住你，唔會講太多說話。作者覺得後者先係真正貼心。因為人喺煩惱嘅時候，有時最需要嘅唔係建議，而係一段可以自己消化情緒嘅時間。你已經好煩，但旁邊仲有人不停教你做嘢，你唔好諗咁多啦，不如出去飲杯酒放鬆下。老實講，好多時根本冇心情聽，甚至覺得更煩、更有壓力。反過來諗，如果今日煩緊嗰個係你可能都會心諗，可唔可以唔好再講咁多，俾我冷靜下啦。有時真正成熟嘅關心，未必係不停講說話，而係知道幾時應該安靜。二、別試着改變他人，先試下改變自己。有時會聽到啲人抱怨另一半啊，啲嘢成日亂咁放啊，啲物除完又唔收返埋，甚至結婚幾十年日日鬧日日提，但最後都係一樣。其實人最辛苦嘅地方就係成日想改變人，你越想控制就越容易失望，因為好多時，人係唔會因為你不停講，就突然變成你理想中嘅樣嘅。與其日日為呢啲事勞氣，不如接受佢本身就係咁嘅人。唔係叫你認命，而係唔好再消耗自己。因為呢個世界真正可以控制到嘅，其實只有自己。你控制唔到人哋點做，但你可以控制自己點睇件事，自己點回應，自己值唔值得為呢件事動氣。好多時，當你唔再夾硬改變對方嘅時候，自己反而輕鬆咗。而有趣嘅係，當你改變咗自己嘅態度，對方有時反而會自然慢慢改變。第三，家人凝視他人。作者認為家人其實都只係另一個普通人。好多人都覺得一家人應該最了解大家，但其實好多時唔係咁。就算係家人都會有自己性格、價值觀、生活方式。你覺得重要嘅嘢，對方未必重視；你接受唔到，對方可能覺得好正常。成日痛苦嘅原因之一就係以為我哋係家人，你應該明白我。其實血緣再親都唔代表一定完全了解對方嘅。越覺得自己一定最明佢，反而越容易失望、衝突。家庭關係最重要嘅唔係控制，唔係改造對方，而係尊重。
尊重對方係一個獨立嘅人，佢有自己嘅思想，有自己選擇。你可以表達意見，但唔代表一定要跟你個圖。好多家庭問題都係由為你好開始，最後變成控制、干涉、情緒勒索。真正舒服嘅關係，其實係你知道對方同你唔同，但你仍然願意尊重佢。有時最成熟嘅愛唔係事事插手，而係安靜咁支持。四，別老是看人面色，唔好活成一個成日睇人面色嘅人。好多人講說話之前都會諗，佢會唔會嬲我？點睇我啊？咁樣會唔會得罪人啊？適當為人着想當然係好事，但如果你做每件事都係因為驚人哋唔中意你，咁就唔係體貼，而係討好。你會開始不停配合人哋，見到 A 就用一個樣，見到 B 又用另一個樣，最後搞到對住每個人都唔係真正嘅自己。如果身邊有10個人，你就準備10個版本嘅自己，久而久之，連你自己都唔知邊個先係真正嘅你。而且人其實感受到，當一個人成日過度迎合，反而會令人覺得唔真實。真正舒服嘅關係，從來唔係靠討好建立，而係你可以自然做自己，對方都願意接受你。你唔需要令所有人滿意，因為無論你點做，都一定有人唔中意你。與其成世睇人面色做人，不如學識坦然做自己。第五，豐富獨處嘅時光。現代人越嚟越害怕獨處。自從有咗智能手機之後，我哋好似開始唔識靜落嚟。等車要睇手機，食飯要睇手機，一有空檔就想揾人傾偈、碌片、睇片，好似只要一安靜就會覺得空虛。但其實獨處唔係一件壞事，反而係一段好珍貴嘅時間，因為只有你一個人靜落嚟嘅時候，你先會開始真正思考自己想成為咩人，最近點解唔開心，人生方向係點，自己到底想要咩。當身邊不停有聲音，你其實好難了解真正嘅自己。而好多人最大問題唔係太孤獨，而係從來冇真正同自己相處過，所以一停落嚟就開始焦慮。但真正成熟嘅人其實都擁有獨處能力，佢唔需要不停有人陪，不停有娛樂刺激，都可以安靜地同自己相處，因為佢知道獨處唔係寂寞，而係一種整理自己人生嘅時間。有時人生最重要嘅答案都唔係喺熱鬧之中出現，而係安靜嘅時候。六，小心負面人，盡量遠離負能量嘅人。有啲人一有情緒就會將負能量倒晒俾身邊所有人，自己唔開心就四圍發脾氣，成日抱怨，成日鬧人。你同佢相處完會明顯感覺個人好攰。最可怕嘅係有啲負能量係會傳染。你原本心情好好地，聽完對方不停抱怨，不停負面，自己都開始變得焦躁。所以有時最重要嘅能力唔係安慰所有人，而係識得保護自己情緒。好多人認為我求其應酬下去算啦，但問題係當你不停陪對方一齊浸淫喺呢個負能量入邊，對方就會覺得你同我係同一陣線，最後你會被一齊拉落去。真正成熟嘅做法有時反而係保持距離，唔係冷血，而係知道你冇責任拯救每一個人，尤其係一啲永遠只係想發洩而唔想改變嘅人。當你察覺到有人不停散發負能量，最好嘅方法可能唔係爭辯，唔係講道理，而係離開。人生已經夠攰啦，冇必要再主動吸收人哋嘅情緒垃圾。第七，不懂就別想了，未發生嘅事唔好預知煩惱。好多人每日都活喺焦慮入邊，擔心失業，擔心冇錢，擔心將來出事，擔心自己失敗。問題係好多你擔心嘅事最後根本冇發生。人最大嘅內耗之一就係成日想控制未來，不停查資料，不停幻想最壞情況，不停腦補，以為諗得夠多就可以避免焦慮，但現實係未來本身就充滿住不確定性嘅。你可以準備，但你冇可能完全控制。就算你今日諗到凌晨4點，都冇人知道半年後會點。與其不停消耗自己，不如將精神放翻喺而家可以做啲咩。因為真正可以改變到未來嘅，從來唔係擔心，而係你今日做嘅事。努力工作、儲錢、鍛鍊身體、建立能力，呢啲先係真正有用。好多時人未被現實擊倒，已經先被自己想象出嚟嘅未來嚇死。所以有時最好嘅心態係問題未發生嘅話，就專心過好今日，等真係出現問題再全力解決。八，成為說笑話嘅達人。人生一定會遇過好多唔好嘅事，失敗、後悔、尷尬、被傷害、做錯決定，當下當然會痛啊。但你有冇發現，有啲人經歷完好大打擊之後，
過幾年竟然可以笑住講翻出嚟。點解？因為時間會令情緒慢慢沉澱。好多事情當下覺得天跌落嚟，但隔來咗再望翻，你會開始覺得其實當年個自己幾好笑。不過重點唔係壓抑情緒，唔係一出事就逼自己扮樂觀。真正成熟嘅做法係先好好感受自己嘅情緒，傷心就傷心，失望就失望，嬲就嬲。等時間慢慢消化，當件事冇咁新鮮，冇咁痛，你先有能力用另一個角度睇翻。到最後，好多曾經以為過唔到嘅事，都會變成人生故事，甚至變成你同朋友食飯時嘅笑料。人生其實好奇怪。有啲當下覺得世界末日嘅事，幾年後再睇，可能只係一句當年真係好蠢。所以有時唔需要對人生太沉重，因為人生大部分事情最後都可以一笑置之。9. 盡量樂觀思考。好多焦慮其實都係自己諗出嚟嘅。人一遇到未知嘅事，就會開始胡思亂想。第一次做嘅事、見嘅人、去嘅陌生環境，都會令人不安，甚至有時未開始做，已經先幻想自己失敗。問題係你越不停諗最壞情況，個人只會越驚青。但你有冇發現，好多曾經令你好焦慮嘅事，最後其實都過咗。因為人天生就容易比較悲觀，大腦會本能地放大危險，保護自己。但現代人好多焦慮根本唔係真正嘅危險，而係腦海入邊不停模擬出嚟。所以有時要提醒自己，今日總會過去，最差嘅情況未必會發生。人生好多難關，其實冇你想象中咁可怕。你真正要做嘅唔係不停預演失敗，而係專心做好眼前嘅事。因為當你開始行動，焦慮通常就會慢慢減少。好多時最折磨你嘅唔係事情本身，而係你腦入邊不停上演嘅劇場。第10，此時此地自己。人最重要嘅能力係專注眼前。人好多痛苦其實都係嚟自兩樣嘢：不停後悔過去，不停擔心未來。但問題係過去已經改變唔到，未來又未發生，真正存在嘅其實只有而家。禪宗有句說話：此時此地自己，意思係喺呢一刻，喺呢個地方做好自己而家應該做嘅事。聽落好簡單，但其實好少人做到。好多人成日食飯時諗工作，工作時諗將來，休息嗰陣又內耗，個人永遠唔喺當下。但人生其實就係由無數個現在組成。你而家點過，人生就點過。與其不停幻想10年後，不如問自己：我今日有冇做好眼前嘅事？呢啲先係真正嘅活着。人生好多迷惘，都係因為個心飄得太遠。當你開始專注眼前，內心反而會慢慢平靜落嚟。別對每件事都有反應嘅觀點，類似近年所講嘅佛系，將大部分事情嘅注意力轉到自己身上，唔好再太在乎別人嘅眼光，盡量嘗試唔好活在過去或者杞人憂天。將所有嘅能量投入喺眼前嘅事物，聚精會神處理呢一刻能夠做到嘅事，都有可能改變原本擔憂嘅未來。我相信每個人睇呢本書都會有唔同嘅感覺，可能我 feel 到嘅同你唔同，我都非常建議大家去睇呢一本輕鬆小品。